头家娘，恁俊廷今年总算要回来啊，毋是伫台北咧做头家。你做生意啦，毋过每年起名哦，伊拢转来拜因老爸了。是大兄，三个是大兄。真好哩啊，小久无看。好啊，拢好啊。哦，较细腻咧。啊，你即摆倒转来，准备要倒几工啊？我是想讲，趁即个转来的机会哦，搁熟悉一个咱地厂业务。即摆有咧趁钱的，拢是用新的机器啊啦。咱买几台新的哦，速度会较紧，成本嘛较省。大兄即摆转来，是毋是才拍算要交出地砖哦？这地砖本来就伊的啊，伊食嘛是应该的。应该的，咱做古做买嘛是应该的。叫哈咧叫呢？你还阁会记哩？细汉时阵你走无去，走到树林内底。哎呦！我是靠这个声音找到你的呢。啊，这改装哪会差伊咱遮？啊，就带金星走去建设厅提案啦，讲要主动配合国家的政策，把咱这农地哦，拢变成做工业地啦。这个乡长啊，敢若靠介绍甲转介手卖水哦，要赚34亿。迄山石仔车，道路拢够歹，已经害人骑车摔断骹，你知无？若继续开发落去，时间若崩山，咱天星宫唔就要刷庙。地主蔡金星，无你讲做什么土地买卖，若是有哦，我受法律的制裁，天打雷劈。咱即马是要安怎做？咱成立自救会，才是全民的力量，互政府听咱大家心声，并撤销无理的变更。啊，咱的农地哦，甲互因破坏去，无法度耕作，因就来说互恁哦，俗俗啊卖。啊，因才搁叫地方政府哦变更地目，省政府建设厅，我定要坐落来听咱大家意见，要安怎开公听会啊！我是新建设厅副厅长。咱翠丁村变更矿业地，并无任何行政程序有出问题。我是真心关心到咱这地，大家。讲到话较空着，惊人，我要打死你！为即马是要创啊？拍你啦！阿英，你敢有感觉阿兄小可怪怪？是倒位咧怪怪啦。伊伫台北做好好，哪会形容想要转来接地砖？咱伫政府要来开发咱翠丁村，你选甲政府的钱挡伫咧外口。我叫用拍，我要报案。啊，你到迄个自救会会长柯通言嘛，啊，你当人知咯，红拍嘛是应该啊。妹妹，你是毋是叫徐嘉生？啊，恁爸有做徐通龙？这是啥？哎，你是啥啊？你要创啥？恁做自救会，做到互外湾口水，嘉生搁好落嘛威胁，我会当拜托你，莫搁做啊，好无？我是自救会会长，我即摆若放弃，免哪甲大家交代啦。咱抗争是为着生活，应该是好好啊趁这笔年尾吧，先顾巴肚，才会当顾辅助啦，对无？是。差不多。土沙村来这个，恁家己看。地花是食落水的，恁来了讲食土沙，叫我哪卖啊？今仔日哦，你若唔赔钱，我告甲你痛苦。你有不满，你会使去检举，莫遮乱啦。你啥咧乱啊？哎呀，阮的地米即马了钱，谁要赔？敢会当讲钱拢是别人咧赚，啊，可是阮家己吞。我是有风声啦，为什么你会倒来咱这个庄脚所在有困难哦？大家来斗相共，好讲一定要斗相报。濒临绝种的保育鸟类扣虾，大部分拢栖息伫咧婚林县翠丁村。今仔国际野鸟协会啊，毛甲联动呢，等反片来通过，咱这个所在就真有机会变做生态保育地啊！趁即马有新闻咧报，咱后礼拜有所有人拢带入去新政府抗议，互大家听下咱的心声。当阿用啊，是安那样？有人直报讲，恁违反囡仔意愿，要带囡仔上街头去抗争。啊，无囡仔莫去啦，阮大人家己去，安尼用的袂？你们的行为已经违法了，这是第二次警告，请你们尽速离开。对村走叫怎？有代志直接找我啦。要我钱啊？好啊，我即马就快点去，甲我对阿斌吼哪讲哪笑。阿妈，你知影恁囝伫台北欠人钱无？甲地卖掉，啊若无，你准备替人家做福利。即马开发案已经定过啊，甲地卖掉，人的介绍袂歹啊，而且为着钱出卖家己雇佣这种代志，我做袂到啊。啊，你叫是扣下会当救全村的人。咱那地是阿爸留落来呢。阿爸，伊毋是恁阿爸啦。我这是后生诶！你靠下地砖地，阮带咱来百万年啊！你可卖地米地人好呀？你跟阮遮食土年啊？你敢会拢共款？为着钱，连人命拢无要顾。什么自救会？什么叫啊？拢去死啦！哎呀！